大哥跳得好。沉浸式体验末日格勒河景区，视频有点长，希望大家能耐心的看完。5维级，好样的！你好，一张，对，好。不买票是上不了观景台的。Go go go， 出发喽！好多蒙古包，好多蒙古包，好多蒙古包。这里的景色真不错，可惜路边不让停车。景区播着吉祥三宝的歌曲，原谅我嗨起来了。到达第1观景台，刷门票2维码进去。有票吗？有。有票，扫一下票那个2维码。欢迎光临，OK。要保管好门票，需要刷票上的2维码入场。这里就是1号观景台的风景，这个角度还是可以的，不过我推荐3号观景台。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楚一点，我切换镜头。这里有个小路，下去就是牧民家，可以花40元喝茶。好家伙，望远镜应该是收费的。给大家看一下牧民家吧。还是性价比很高的，花40元欣赏着美景，喝一杯酥油茶。Nice。主包家里天天熬奶茶，所以今天就不喝了。我在草原有只羊，这个我确实有。不爱。继续，前往第2观景台。到达第2观景台，欢迎光临请进。横七竖八的，我以为这边出什么事了呢，原来在拍照片。来看看第2观景台的风景吧。这边手机放大了看比肉眼看好看。准备前往下一站。这边有好多拍照打卡的人，大家来了也可以打卡，大部分是游客，我本地人就不去凑热闹了。是小姐姐，忍不住多看一眼。下一站。沿途风景特别好。自驾游的朋友千万不要在路上停车，会被罚款的哟。杂牌遇见正规军了。到达第3观景台，先飞一个无人机看看。大嘴。景区陆陆续续来的人还真不少，这边制高点，风景最好，大家时间紧可以直接来第3观景台。接下来我不快进，大家慢慢欣赏。
这边入口和出口一共有2处，两边都可以上和下。这梯子爬着还是很舒服的，没有那么累。大概爬了2/3吧，还可以，不算太高。OK， 今天莫尔格勒河之旅圆满结束，我们下一站见。